外界對於莊月明嘅離世眾說紛紜，有人話佢係因為心臟病突發去世，亦都有人認為真正嘅原因同李嘉誠嘅風流都脫唔開關係。莊月明嘅婚姻之中，究竟承受咗啲點樣嘅壓力？而李澤楷嘅唔婚係咪對於父親嘅一種無聲抗議呢？當呢啲豪門往事一點點浮出水面，人們先至發現父子兩代嘅不婚背後藏住嘅係一段愛與痛交織嘅家族秘史。豪門光鮮嘅外表之下，嗰啲隱秘嘅故事先至係最令人唏噓嘅地方。喺嗰個風雲變幻嘅香港，莊月明嘅名曾經同李嘉誠係緊密相連。佢係顯貴鐘錶商人嘅千金，另一個就係窮困潦倒嘅草根少年。呢兩個人嘅結合，仿佛係一場跨越咗階層嘅童話，但係喺歲月嘅流轉當中，都逐漸失去咗光芒。初見李嘉誠時，莊月明或許唔會諗過呢一個眼神堅毅嘅後生仔，日後將會成為香港嘅首富。嗰陣時，李嘉誠都只係一個每日裏邊埋頭苦幹嘅打工仔，冇背景冇資本，只有着對於未來嘅渴望。莊月明卻冇嫌棄佢嘅出身，反而主動成為咗佢嘅導師，幫助佢學習英文，開拓眼界。佢睇中咗嘅係佢嘅潛力同埋毅力，而並唔擔心當下嘅境況。一個男人如果肯用心去搏，總會有自己嘅天地。莊月明咁堅定，甚至仲說服咗屋企嘅人，將自己託付咗俾呢個後生仔。結婚之後嘅莊月明唔單止係李嘉誠嘅妻子，更係佢嘅事業夥伴。佢聰慧而又善於交際，為李嘉誠拓展人脈、規劃事業提供咗極大嘅幫助。佢哋嘅共同打拼，開闢咗一片屬於自己嘅天地。但係伴隨着李嘉誠嘅事業嘅蒸蒸日上，兩人之間嘅距離卻係越嚟越遠。隨住靠妻發家嘅流言蜚語喺圈內傳開，李嘉誠逐漸將更多嘅精力投向咗事業，希望通過成功嚟證明自己。而對於家庭嘅關注就越嚟越少，莊月明亦都選擇咗退居幕後，專心咁樣照顧家庭。為咗小朋友，亦為咗呢一個家，佢學識咗隱忍。面對外界嘅閒言碎語，佢一句話都唔爭辯，只係默默咁樣承受住。原以為李嘉誠只係忙於事業，但佢同其他女性嘅緋聞好快就傳入咗莊月明嘅耳仔，尤其係嗰一塊據說價值上億元嘅上海地皮，成為咗佢送俾李子嘅禮物。咁樣嘅大手筆，令莊月明陷入咗無盡嘅痛苦之中。雖然心中委屈，莊月明依然選擇去維護家庭嘅完整。佢知道自己嘅隱忍對於小朋友嘅重要性，亦都明白爭吵只會令事情變得更糟。但係佢嘅沉默並冇換嚟李嘉誠嘅愧疚，反而係令佢更加風流，更加肆無忌憚。喺呢一個表面風光嘅家庭入面，小朋友都係睇落眼裏邊，記喺心裏邊。李澤楷從小就目睹咗母親為咗家庭所付出嘅所有，亦都深刻咁樣感覺到父親對於家庭嘅冷淡。母親嘅辛勞同埋父親嘅緋聞形成咗鮮明對比，令佢對於父親都逐漸生出咗一種複雜嘅情緒，既係敬畏又係排斥。隨住年紀嘅增長，李澤楷對於父親嘅反感越嚟越強烈。佢認為父親作為丈夫同埋父親都係失職㗎，可能正正係呢一段童年嘅經歷，令佢喺長大之後對於婚姻始終都懷有一種抗拒。